当日吴老夫人给了我一把匕首，说是张大侠要赠予我的，而我意外发现了匕首里的这块金石。这块金石就是英雄令，可一直看不出关于忘情天书的玄机。好不容易找到的英雄令，里面竟然没有忘情天书。这3枚指印，分别是少林天正、武当太禅、峨眉的指辰。如今活在这个世上的，就只有峨眉的指辰了。若是我们去峨眉，就算没有找到忘情天书的下落，或许也能找到燕广图的线索。我怎么觉得燕广图或许能治好你爹爹？再说了，我曾经答应过吴老夫人，说要寻到燕广图的妹妹。怎么了？是唐宋。我落入陷阱时，丢了风儿跟着他。他此刻要去崇古，可有什么蹊跷？5年一次的银亥之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正是这个时候，别的旁系就可以向长房挑战。咱不是没找到那个什么王吗？赤边王。对，虽然没拿到正主，但是我会从剑王那里找到一些证据的。那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们放心，我会让剑王透露一些消息给我，你们则需以打压柳随风为名，实则削弱权力帮的据点。算上我们姐妹，权力帮害了家父，使许家死地，现在我们姐妹也是神州结义的一员了。老大，咱们神州结义可是越来越壮大了。那是因为有你们，以后我们神州结义，一定要还武林一个太平。但是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武艺。辛苦各位打开崇古大门，今日银亥之夜，这里交给我们护卫吧。崇古向来是我监看的，为何要换人？那您要问问5位长老喽。见过持戒长老，见过成败得失4大长老。这次银亥之夜，选在崇古，我等要将崇古护卫尽数化为阿鼻楼中罚为刑奴的罪人，才对各系不偏不倚，最为公正。开门！
带着你的人退下吧。是。辛苦各位长老，请去歇息吧。公子，此处的护卫已经全部换成我们的人，现在你可以放心的去后谷办你的事。不急，公子可知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事？我若是萧主使，今日一定会来重谷。你们严加看守。是。萧少侠，识别网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投名状，还来找我作甚？我呢，是来救你的呀。识别王的蜕壳，8文即将蜕成7文。不错。如今，权力帮用不如死丸中的尸鳖控制旁人，这个尸鳖王呢，即将退化，急需回春啊。这与我何干？如此重要的东西，李帮主并没有交给你，而是将这最信任的东西交给了旁人。你想一想，而若柳随风真让识别王回春，他就是新的血主。今闻不如死丸控制了那么多人，也包括剑王你吧？你都知道了。这个权力帮8王之上，都被今闻不如死丸所控制，其中的目的就是防止大家自相残杀。若是有人真的当了这个新血主，摆脱了今闻不如死丸的控制，你猜，和他不对付的那些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你想怎么做？若因柳随风失手错杀8王之一，他体内的今闻不如死丸发作必受重创，到那时，你我皆可杀他。既要共同做事，那剑王需告知我他手下势力所在，这样我好安排，让人将其捣毁。到时候，你我，好茶。入口便是此处了。啊，慢着，是谁让你们看守禁地的？自然是长老们的主意。云亥之夜，现任家主居然没有来。对付你们，还需要我爹亲自出手吗？还不放行！是谁让你们如此放肆的？要是不服，要不现在就比一场。来呀！老祖宗到！
么回事？不知道哪来的食草，我伤了脚，惊动了老祖宗，求您恕罪。行了，换个人抬吧。是。你抬轿。不要让人进入后宫。是。是。这个唐宋啊，搞了这么多阴谋手段，我怀疑他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你呢，去歇台之上，万事要小心啊。阴亥之夜5年一度，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。要是这点场面我都应付不过来，还怎么当长房？你想办法去后谷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刘副帮主，豢养石鳖虫王的宝地，就是这里。瘴气浓厚，菌草复生，难得。月华一生，我这就开始。你收好虫王，我去绝了后患。
徐寒山，你帮主的宝贝，刘武想独吞吗？徐寒山，这是帮主的授意。若是刘武说谎呢？我看你还是把虫王交给我，我去问问帮主。你若打断虫王进食，便会前功尽弃。不交虫王，那我借你身子一用。萧秋水，你以为凭借你那一甲子内力就能偷袭我吗？你我果然都早有准备，刚才禁锢一番乔装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躲着我，可不像你的作风。倒不如出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你爹娘尸身在什么地方吗？我可待他们不薄啊，为了保住他们尸身不腐，花了不少功夫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动得还算硬啊，就算用剑鞘敲击也不曾弯曲。只是那些声音有些刺耳啊。鬼王，唐宋，你是赢不过我的。寒山，是你！刘武果然聪明，一猜就中，说把鬼王制主乔装放在这里，让你错杀呢。你竟跟萧秋水合作？为什么不能？杀了你，我能独揽帮中大权，继承尸鳖虫王，控制整个武林。这份合作很好啊。这枚宋钟是他们内斗的禁用之器，使不得。阴亥之夜一开，就只能继续。唐方已经连胜4场，再赢1场，就连任长房。徐寒山，你被他给骗了。
浣花萧秋水见过唐老太太。你就是萧秋水啊？可唐门的擂台，外人打扰是要赔命的。老祖宗明鉴，唐宋用禁用之气时，比武就已经结束了。萧秋水是在那时候登台助我的，所以不算乱了规矩。那他又是如何混入虫谷的？芳儿，你不会不知情吧？唐老太太，晚辈入唐门禁地，确实有错，但唐门的唐宋与权力帮合谋。峨鼻楼虽苦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寻死啊。青儿冤屈，才要以死自证的。三房彻底断了，也少了热闹，就送他去我的院里做做杂活吧。谢祖宗，谢祖宗，谢祖宗！浣花的老三，萧秋水是吗？是。你来我家胡作非为一番，我若就这么算了，我唐门不是丢了一个很大的面子吗？老祖宗，他是芳儿，你私带外人进唐门也是大罪。来人，把唐芳也送去峨鼻楼。是。前辈，何必如此呢？晚辈此前被权力帮的魔头识破，是您抬轿，让人替我解围。银亥之夜选在重谷，您自知一定会出问题，可却不阻止唐宋。这两相矛盾的做法，都是您刻意为之的吧？我何必如此？因为您既要清理门户，又不想得罪权力帮，所以借我之手，除掉闯入家里的豺狼，也顺带让唐宋败露。如此说来，唐芳并非违背门规，私带晚辈入唐门，而是他误导了前辈所思，提早行事，为的是替您老排忧啊。哼，你说的话，老身听不懂。萧秋水，你擅入唐门，老身若就这么让你走出唐门，怕坏了规矩。萧秋水，你既拿到了唐门的邀请令，今日你与唐芳之错，我全不计较。唐芳无罪，长房就还是长房，折腾了一夜，
早些回去歇歇吧。老祖宗那一掌，你为何不疼？那一掌呢，是故意打给你们唐门人看的，而且是立规矩用的，自然不能躲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倒还好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。我辛苦埋下的剑芒，竟然就这么被拔掉了。是我小看你了。公子，公子伤重还需休养，莫要再强行用气了。毁我识别王，连杀2王，小秋水真是一箭3雕，玩得出好狠毒的计。公子，此事要不要告诉帮主？柳随风，柳随风，你今日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了？刀王，谁给你狗胆敢对副帮主不敬？你们几个不请自来是要做什么？反了吗？本座还不必给你们一个交代。柳随风，少来你那巧言令色的一套。我八王设立本就为制衡你一人独大，帮有帮规。今日就算帮主轻饶了你，我等也绝不罢休。今闻不如死完一破，你们不请帮主令，就来围堵，可又有把帮规放在眼里了。都说你柳随风算无一策，但在萧家小子身上，你却屡战屡败。你说的算无一策，究竟是徒有虚名，还是有意为之？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直接废了他，免得他诡计多端，再生事端。哎，大家且慢动手。我是有错，任凭帮主处置，可谁要伺机以下犯上，心生反意，我刘武自有余力替帮主清理门户。谁要反，我等对帮主自是忠心不悔，对你却要另说了。你越俎代庖，好生张狂，今日我纵死也要惩戒你。此刀为你而生。
娘，爱儿不孝，至今未能重见幻化。我现在连剑谱都护不住，我还如何重见幻化？是孩儿没用。大哥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雪月，如今南宫家来调戏，大哥空有手中剑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大哥真是没用。如今萧家是襁褓众人腿，恐怕是在秦都也待不下去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会护住你的。大哥，你为了萧家已经承担了很多，而我又何尝不想幻化重建，以告为父母在天之灵。雪玉，愿嫁南宫无伤。不，雪月，你不能为了剑谱而嫁。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爹娘的养育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我愿意嫁给南宫无伤，以此身报答萧家，报答爹娘。怎么说也是中了一掌，别不在意，这是调理的药。多谢。你怎么不做？来，我都说过了，好好休养，非得跑出来这么远。不走远，放心吧，唐大夫。
我虽练擒拿手，但以前师傅告诉我，曲家剑最高绝学春夜，一同缠丝擒拿，似春风袭入梦，破照于无形。其风姿，世间更难出其右。我自是不服，直到曲无双那天出剑救我，我才知道，我平生所见剑招，都比不过曲无双那天救我时挽出的剑花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去跟慕霜直接说呀？曲慕霜这姑娘，认死理又护短。现在，曲敏苗喜欢超然，要是超然告诉曲慕霜他喜欢的是曲慕霜，我担心曲慕霜可能会和超然绝交啊。唐姑娘说的对，小秋，这个事情还是要提前和别人说清楚，知道了吗？秋水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下，这位是，这么多人，还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，这位呢是三才剑客。幸会幸会。这次的计划多亏了他。幸会幸会。三才，不是我大哥那边。啊，你大哥说，要不要借不说话？那倒不用，这都是自己人。啊，你大哥说他忙得顾不上你，还说的他没你这个弟弟。我本想把长歌剑送还给他。太气人了啊！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几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是上朝。谁负谁胜出天知晓。苍天在上，明月为鉴，神州结义，同生共死。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？清风笑，心若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剑万丈。浮沉随浪迹。
明早我亲自去趟大哥那里，把长个结交给他。雪鱼，你不能嫁，你根本就不喜欢他。雪鱼她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不能为难她。对了，姐，你自己的幸福应该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谁都不可以勉强你。雪鱼，大哥定会为你寻个实力、名节与幻花齐名的世家结亲，放心。爹，娘，女儿今日要出嫁了。如今萧家需要我，我不能只为自己而活。
你们会支持我的选择的，对吧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吃个糕点。嗯。谢谢姐姐。大哥，很美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好些药材都没有切割晾晒，之后要劳烦大哥了。大哥一定会帮你好好收着。我记得年少的时候，我为了去采药，不幸跌落山崖。幸亏被大哥及时发现，我才得以救治。再后来，每当我需要什么药草，大哥总是能细心察觉，都帮我采来。真的谢谢大哥。雪玉，你说的这个人，应该不是我。不是大哥。那会儿倒是三弟，他总去后山，还带着一身伤痕。那会儿爹爹总说他是年少贪玩，还打过他好几回。想不到是秋水啊！总之，雪玉，谢谢你为萧家做的一切。大哥，
大哥，你在外面神州结义混的不是风生水起，怎么如今舍得回来了？你告诉我，为何让姐姐嫁去南宫家？如今萧家的事，跟你已经无关了吧？只要她是我姐，我便有权知道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在逼她？休自战，无理取闹！我没有无理取闹。我问你，姐姐她自己是否愿意，还是说，这份亲事跟你从这家门有关？你够了！身为萧家长子，为萧家谋算，你又如何明白？身为萧家人，就应该为萧家撑起一角房梁。大哥，我们还有3个兄弟，你为何让姐姐背上他一生呢？三弟，你就不要再逼问大哥了。眼下家中的情况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们得罪了权力帮，锦都所有的门派全都避之不及，连家中那些年幼的子弟，全都投靠了唐宋。大哥有什么办法？如今雪鱼能嫁给南宫家，不多少也是一种庇护吗？庇护。二哥，大哥，眼下唐宋那边已经失势，唐门那边，你们无需再担忧了。唐门？你怎么知道？唐门与我萧家并不对付，怎么，你如今与唐门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？我去唐门，只是为了除掉连通权力帮，破坏京都各派的小人。坦坦荡荡，我并无其他。大哥，你能否也坦诚一些，回答我的问题？你如今为了旁人去唐门搅浑水，怎么还让我为你表功吗？我只怕你为萧家又惹祸上门。总之，你如今有什么资格再给萧家的事说三道四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大哥，秋水。姐。秋水，你今日过来，我很高兴。姐，你只要说不愿意，谁都不可以把你带走。为了萧家，我愿意。姐，这不行。南宫家高门大户，乱世浮萍，谁又不想有个好依靠呢？这件事情对萧家有益，对我也是好事。爹娘泉下有知，也会放心的。你们不必再吵了。走吧。雪雨姐，你未来想要找什么样的人，弟弟都支持。那自然是顶天立地的侠士，武功要好，做事要有主见，当然，正气更重要，还要胸怀磊落，侠肝义胆。
你且看看是谁让萧家不体面。秋水，你还好吗？二哥，姐姐她根本不愿意嫁到南宫家，对吗？可这不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吗？他说那些话，根本就是言不由衷。这门婚事，姐姐根本就不愿意。萧雪瑜不一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吗？他就是太懂事了，所以才总忽略自己。可是二哥，你明知道姐姐会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阻止大哥呢？我没有不阻止大哥呀。爹娘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可如今爹娘都已不在，雪瑜也要被强迫嫁出去。南宫家拿着我萧家的剑谱，他若雪瑜不答应嫁给他们，他们断然不敢归还剑谱。大哥也是没有办法，不想让剑谱流落在外。仰头干了这碗酒。进了南宫家门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多保重。要是出什么事的话，雪瑜寄去，便不想再给家里添麻烦。大哥放心。你是谁？你在做什么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的夫君呀，当然是要做洞房花烛的好事了。来，咱俩喝酒不酒。你滚开！与我成亲的，从始至终都是南宫无伤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少跟我在这装疯！
萧雪鱼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不好对付，所以我提前下了迷魂烟。你大哥萧逸人第一次来谈亲的时候签下婚契，娶你的那个人呀，一直都是我，南宫汉。大哥不会这样做，你们竟然欺骗我大哥！萧家如今虽然没落，但说到底，与南宫家可是世交，怎可以如此欺人？呀！雪鱼，来，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你大哥的字和印呢？这可是他亲手写下的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哎呀，想明白就好，不要在这跟我演什么烈女传了。你想想，你们萧家现在都什么光景了？你大哥萧逸人连柄家主剑都没有，我南宫汉能娶你，那是在抬举你呀！我就算死，也绝不会从你。是吗？嘿嘿，我瞧瞧啊！姐，我们走，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。你记清楚了，我萧雪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常可见。从今日起，姐，你放心，这里很安全。南宫家不敢来此生事，大哥那边我会去找他理论的。此事是我自己应下的，爹娘的养育之恩当报。我也想要重振家业，为萧家尽力。只是没想到，多年的兄妹情，大哥最后竟然信不过我。此事本身就荒唐，姐，你不该拿自己的一生去做筹码，更不能以身试险。大哥他那边更是荒唐，爹娘守了一世的风骨，萧家的门面，又岂能靠舍去家人去成就呢？去南宫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很多旧事。我想起爹娘第一次把我带回家的时候，你一开口就让我放下了隔阂，让我真正的把自己当成萧家人。秋水，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真的特别好。姐，家人之间不该用报答养育之恩的道德枷锁捆绑的，应该尊重理解彼此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逼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，而你自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。你要珍爱你自己，争取自己所求，这样才是所有真心爱护你的家人心中所愿。我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既然呢，我能把你从南宫家救回来，以后我不许任何人伤你的心，逼你做不愿意做的事。
要是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打破他的头，劈断他的腿。秋水，谢谢你。我们是家人，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。姐，这里呢住的是曲家姐妹，到时候你多和她们说说话，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。那我猜他们现在给你炖汤呢，我过去啊找找他们。秋水，我谢你，不只是今日之事，我还要谢你，在我采药跌下悬崖的时候，你救了我。谢谢你这一直以来为我采回的那些珍贵药材。咱们是家人，以后无论你遇到任何危险，弟弟都会第一个赶过来救你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再说啊，你就嫌我唠叨了。我觉得吧，什么事情都要朝前看，我们兄弟姐妹永远不分开。过去总是我在唠叨你，今日反倒是你来开导我了。好了，姐，我看你都瘦了好多了，我去给你拿汤了。唐风，我刚看你在忙，我就在外面等你出来。你这是？
果然如你所料，南宫无伤带着他们兄弟一行人已经闹到萧家别院了。你们萧家未免也太不把我南宫家放在眼里了。南宫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还装不明白？萧逸人，南宫家给足你面子，彩礼阵仗都按你说的了。这我大哥课还没请完呢，亲娘子就被萧老三给抢走了，你玩的是哪出啊？雪鱼不是嫁给你南宫无伤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萧秋水没这个能耐，况且他现在也不是萧家人了。不是，哼，萧秋水手上拿的可是萧家家主剑长歌。什么？长歌在秋水手中？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萧逸人，你既然做不了主，还装什么家长派头？这门亲事我也不要了，只要你萧家将彩礼尽数奉还，再赔偿我南宫家各项损失5000两，就算完事。南宫家的，你们也别太不要脸了，5000两你让我们去抢啊！今日就算将你萧家全部都拆了，也要带走。你敢？岂容你如此放肆！抵抗者，死伤不论。秋水，萧秋水，南宫家趁人之危，以往称世家，还敢上门作乱！我说了，亲事不作数，彩礼明早一并送还。走。三弟，你武功都恢复了，还这么厉害？你功夫长进了，惹祸的本事也长进了。若是说我从南宫家将雪鱼姐带回来一事，那我没有错。大哥，是你做错了。我问你，长歌剑真的在你手上？拿到长歌时，我本打算拿回来给大哥，可如今看来，是大可不必了。萧家振兴之人，身为萧家儿女，都应该责无旁贷。但是我不赞同大哥以这样的方式。萧秋水，秋水哥哥，疼死我了！怎么样？疼。这莽莽撞撞的，轻功还那么差，下废。那我下足。哎，秋水哥哥，你看，这鹰蝶是我在剑王卧室的暗格里找到的。